以后洗完澡一定要记得把头发吹干，才能躺下。你是女孩子，要多注意点。青青，要不要出去走走？不去。那一起看会儿电视？不看。想吃东西吗？我去买。不吃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肚子疼？吹了一天冷风，没人管，当然会疼了。你干嘛？干嘛呀？来，身上冷，泡会儿脚，身子就不冷了，肚子也不疼了。头发怎么还是湿的呀？怎么不吹干再躺下？肚子疼，不想动。以后洗完澡一定要记得把头发吹干，才能躺下。你是女孩子，要多注意点。哦，知道了。今天呢，是我不好，以后跟你约会之前，一定把工作全都处理完，好吗？以后不准这样，听到没有？听见了。头发还没干呢，接着吹。好。